OK，最後8班，然後多細聲。OK，你幫我開門踩上去踩上去閂門，試一試睇下 OK 冇？你幫我踩上去，你 try 一 try 睇實唔實？我哋呢個可以 support 300 kg 嘅。OK，然後你坐上去閂門俾你縮。OK，open。OK，然後到前面。OK，然後對閂門啦。OK。呢個全部不能批嘅咯，socket to socket，唔係全部 aluminium alloy。